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1月3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5篇第1节到第10节，民数记22章22节到28节，哥林多前书第7章32节到4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婚约。现代人对婚姻的看法和过去大不相同。过去的人对于结婚这件事情是非常的严谨的，现代人则认为随时要结婚或是随时要分手都可以，甚至还主张婚姻可以试一试，或者强调有时不需要有名。圣经对于婚约的教导其实是非常严格的，因为圣经的观点，婚约的关系就如同上帝跟世人的关系一样，这是不能开玩笑的。上帝的仆人巴兰，他的态度也非常明白，无论摩押的巴勒要求什么，他总是回复的说，我去求问上帝，因为他是一位领受上帝呼召的仆人，与上帝有严格的约定，不能随意的忽略或是毁约的。昨天我们看到上帝后来答应他，让他跟随巴勒的仆人回去，但是上帝吩咐他要遵守他的旨意。虽然如此，上帝以他自己的方法来做阻挡以及引导巴兰。民数记22章22节到28节的记载，巴兰和他的驴。上帝不喜欢巴兰跟他们去。巴兰骑着驴，2个仆人伴随着他走在路上的时候，上主的天使站在路中挡住他的去路。驴看见天使拿着剑站在那里，就离开了路，转到田里去。巴兰打驴，要他回到路上，于是天使站在2个葡萄园之间的窄路上，两边都有石墙。驴看见天使就挨着墙，把巴兰的脚插伤了。巴兰又打驴，天使往前去，站在一个很窄的地方，两边都没有空隙，可以通过。这一次驴看见天使，他就趴下。巴兰发脾气，他用杖来打驴。那时上主就使驴来说话，他就对巴兰说，我对你做了什么？你为什么3次打我呢？这是我们看到上帝他以不同的方法来阻止巴兰，并且提醒他要完全的按照上帝的旨意。上帝的使者并不是要来杀驴子，而是拿着刀要来阻止巴兰继续的往前行。但是呢，巴兰他却看不见驴子所看见的上帝的天使。这样的誓约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因为上帝这样的要求巴兰，就是他要遵守与上帝的誓约。
在新约，保罗对于婚姻誓约的教导其实是非常的清楚，而且非常的严格的。保罗他提到了婚姻的问题，在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7章32节到40节，经文说：我希望你们无所挂虑，没有结婚的人是专心以主的事为念，因为他想讨主的喜悦。结了婚的人所关心的是世上的事，因为他要取悦自己的妻子，难免分心。没有丈夫和守独身的女人所关心的是主的工作，因为他愿意奉献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结了婚的女人所关心的是世上的事，因为她要取悦自己的丈夫。我这样说是要帮助你们，不是要限制你们。我要你们做得对，做得合适，并且为主的工作完全的奉献自己，毫无保留。至于那已经订了婚却决定不结婚的人，如果男的觉得对女的有不适当的行为，自己又旺盛的性欲，觉得应该结婚，他们就结婚好了。这样做不算有罪。可是一个人若有坚定的意志不结婚，不是由于外来的压力，而是出于自己的决心，并且能够自制，那么不跟未婚妻结婚倒是好的。这样说来，那跟未婚妻结婚的固然好，不结婚的更好。一个已婚的女人在丈夫活着的时候受约束的，要是丈夫死了，她有自由跟她所喜欢的男人结婚，只是应该以信徒为对象。但是她若不再嫁，就更为有福气。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可是我想有上帝的灵在指引我。结不结婚不是问题的重点，人可以有自由的决定，但是保罗的重点在于并不是说那种结不结婚呢或是怎么样做才合乎上帝的标准，而是如何去坚持爱上帝，看上帝比各方面都重要，无论结婚与否。也正如耶稣基督所说的教导，在马太福音6章31节到34节。所以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或穿什么操心，这些事是不信的人所追逐的。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的东西，你们要先求上帝主权的实现，遵行他的旨意，他就会把这一切都供给你们。因此你们不要为了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诗篇35篇第1节到第10节，求助的祷告。上主啊，求你敌对那些敌对我的人，求你攻击那些攻击我的人，求你拿起大小盾牌起来帮助我，求你举起你的长矛大斧，迎击那一些追赶我的敌人，求你向我保证你要拯救我，
愿要杀我的人失望蒙羞，愿谋害我的人失败狼狈。上主的天使追赶他们，愿他们像糠秕被风吹散。上主的天使击杀他们时，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他们无缘无故为我张下罗网，他们掘挖陷阱要捕捉我。愿灾难突然临到他们，愿他们被自己的罗网缠住，掉进自己挖掘的陷阱。那时我要因上主喜乐，因他拯救我而欢喜。我要从心底向上帝说：上主啊，有谁能够跟你相比？你保护弱小，免受强人的欺凌；你保护穷人，免受剥削者的榨取。求主帮助我们坚定地跟随主的道路，明白主的旨意，如同诗歌的歌词所说的：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主的道路，全心全意的跟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